咩話？Short put 等於平價買股票？請你唔好再送錢俾莊家啦！你係咪都聽過好多阿 Sir 講過俾你知，想平價買股票就要做 short put， 唔跌就可以收租，跌咗就可以打折接貨，簡直立於不敗之地。今日 Miss Wood 就要話俾你聽，呢一句說話絕對係市場上面最致命嘅糖衣毒藥。遇到大市調整，呢一種硬接飛刀嘅操作係會令到你一開局就面臨無底深潭一樣嘅暴跌。今日呢條影片，我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市面上流傳好廣，甚至好多人被奉為金科玉律嘅觀念，你都一定聽過呢一句說話啦。如果你想平價買入一隻股票，最好嘅方法唔係直接排隊，而係去做 short put。咁樣一嚟，股價唔跌，你可以穩賺期權金。如果股價跌落嚟，你更加可以比市價更平嘅打折價嚟到買你嘅心水股票，簡直係一舉兩得啊！各位，聽起上嚟係咪非常之完美呢？簡直係穩賺不賠嘅財富密碼。你覺得呢個講法究竟啱唔啱呢？高達70% 嘅散戶之所以喺遇到大市調整嘅時候，會一口氣將之前賺到嘅利潤全數嘔翻出嚟，甚至落得傾家蕩產嘅下場，正正係因為盲目相信咗呢個 short put 等於平價買股票嘅錯誤觀念。如果你唔想成為市場上面下一個被清洗嘅散戶，請你務必要睇完呢一條影片，睇到最後啊！喺正式拆解呢個迷思之前，我哋必須要用3分鐘釐清期權世界裏面最根本、最底層嘅兩大陣營先。究竟乜嘢係 long， 乜嘢係 short 呢？好多新手被期權嘅術語搞到好混亂。其實喺期權嘅世界裏面，不論你買緊嘅係睇升嘅 call 定係睇跌嘅 put， 你都只可以喺兩個角色裏面二選一，一係就做 long，一係就做 short。喺呢兩個角色嘅底層邏輯，其實就係一場買保險嘅博弈。乜嘢係 long？long 嘅本身就係買方，亦即係你可以理解係投保人。你付出咗一筆少少嘅固定嘅期權金，去向市場購買一個權利。呢個係咩權利呢？如果你做 long call，你買緊嘅係未來可以用一個價錢，一個固定嘅價錢買入呢一隻股票嘅權利。如果你做 long put， 你買緊嘅係未來可以用一個固定嘅價錢賣出呢隻股票嘅權利。作為 long 嘅買方，你嘅特點係風險有限，最多就係輸晒啲保費，但係潛在嘅回報可以非常巨大。情況就好似你買保險，冇事嘅時候你就輸保費，有事入醫院你就有權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一樣。乜嘢係 short？short 嘅本質正好相反，佢係賣方，你亦都可以理解係保險公司或者莊家。你一開始會開開心心咁樣向 long 嗰邊收取期權金，但係攞咗人哋嘅錢，你其實就要承擔相應嘅義務。一旦市場發生大波幅，對方要求行使佢嘅權利嘅時候，你作為 short， 不論此時市況有幾咁慘烈，你都一定要無條件硬接，履行個合約。作為 short 嘅賣方，你嘅特點就係利潤有限，最多都係賺期權金，但係潛在嘅風險可以非常之大。明白呢兩個底層邏輯之後，我哋就可以翻嚟睇下今日嘅主角 short put 啦。short put 中文係賣出睇跌嘅期權。既然 short 係保險公司，咁做 short put 賣出睇跌期權嘅本意究竟係乜嘢呢？我哋用職業投資者嘅思維嚟到還原佢真實嘅場景俾你睇。你做 short put 收咗人哋嘅保費，承擔人哋想高價賣出資產嘅義務。你之所以願意咁樣做，係因為喺技術分析同埋心理學上面，你本身嘅核心動機只有一個，你強烈預期呢一隻股票喺短期之內有極大機會係橫行震盪，或者微升啦，又或者企穩再向上升啦。總之就係絕對唔會大跌，因為只要股價喺到期日之前一直維持喺你嘅行使價之上，
對方就唔會傻到去行使呢一張單啦。咁你就可以非常之優雅，毫無風險咁樣將呢一筆期權金全數袋落袋。請各位朋友記住 short put 真正嘅本意係收租，收呢一筆期權金落袋，係為咗賺取時間值嘅流失，而唔係為咗去排隊買股票喎。如果你嘅本意係想擁有一隻股票，你應該喺技術指標企穩嘅時候主動去買入正股，而唔係被動咁樣去開一張 short put。散戶最大嘅盲點就係將一個用嚟收租嘅工具變成打折購物券，呢一個喺邏輯上面係本末倒置㗎。好啦，而家我哋嚟睇下，當市場真係發生意外，股價大跌，跌穿你嘅行使價嘅時候， short put 買股票嘅方法會帶嚟幾咁災難性嘅後果呢？想象一下，有一隻半導體明星股，而家嘅市價係100蚊，散戶小明非常之睇好佢，覺得如果有機會跌到落90蚊嘅話，佢好想買入去，於是佢就做咗一張行使價90蚊嘅 short put， 收取2蚊嘅期權金。小明心想，跌到落90蚊我就接貨，扣埋2蚊期權金，我嘅成本只係88蚊啫，咁咪即係打咗折頭買股票咯。結果1個星期之後，呢一隻股票突然爆出重大嘅睇淡消息，股價唔係溫和咁樣跌到落90蚊，而係遭遇到嚴重嘅黑天鵝事件，連環跳空下跌，直接插水跌到落去70蚊。呢個時候我哋嚟對比一下，盲目 short put 嘅小明同埋擁有職業大腦嘅 Miss Mood 會面臨2個截然唔同嘅結果。結局一，盲目去做 short put 嘅散戶小明，呢個時候市價已經跌到落70蚊啦，全市場都喺度恐慌性拋售，但係因為小明之前做咗 short put，對方即係 long put 嘅持有人就哈哈大笑，即刻行使嘅權利，強迫小明一定要用90蚊嘅高位買咗呢一隻已經變壞嘅股票。小明攞返2蚊期權金，實際成本係88蚊，但係此時此刻一開局嘅正股市價已經係跌到落70蚊啦。小明嘅賬戶喺接貨嘅第一秒就已經面臨高達20% 嘅嚴重浮虧。更加痛苦嘅係，因為呢隻股票基本面已經改變，佢可能仲會繼續跌。小明完全失去咗主導權，資金被死死擲住咗。咁樣係咪真係叫做平價買股票呢？呢一啲叫做被逼高位接飛刀。結局二就係保留主動權嘅職業投資者啦。如果換作 Miss Mood，我同樣想喺90蚊附近買呢一隻股票，但係我絕對唔會喺佢下跌嘅過程裡面去做 short put。當股價跌穿90蚊，一路向下插水嘅時候，我會保持冷靜，保留全數嘅現金，企喺岸邊觀望一下先。如果跌穿，我哋就唔使買啦。呢一個係風險控制嘅最核心嘅心法。既然股價勢頭唔啱，動能向下，我點解仲要急住去接貨呢？我會等到股價喺70蚊附近止跌回升，成交量萎縮，技術指標出現築底企穩，而且伴隨反轉信號嘅時候，我先至用主動嘅選擇權喺70蚊嘅真正低位直接買入正股。咁樣一嚟，我嘅成本係真正嘅70蚊，而唔係被逼接貨嘅88蚊。我唔單止慳咗大量嘅本金，更加將主導權好緊咁樣握喺自己手上面。講到呢度，可能有啲同學會反問 Miss Mood， 如果有一隻我好鍾意嘅股票突然急跌，技術指標已經超賣，我真係好想入場搏反彈喎，咁又唔可以用 short put 咩？不如我用啱啱呢2個禮拜親自操作嘅友邦保險真實嘅案例嚟到回答你呢個問題啊！呢2星期有留意市況嘅朋友都知道，友邦保險因為市場消息而出現一波急跌，當時全市場嘅散戶都非常恐慌，而嗰啲盲目相信 short put 嘅人，可能一早已經喺急跌途中開咗 short put 啦，結果一開局就被逼喺相對高位硬接飛刀，承受住巨大嘅浮動虧損同埋心理壓力。
但係當時擁有職業大腦嘅 Miss Mood 喺度做緊乜嘢呢？我同樣睇中友邦急跌之後一定會有一個技術性反彈，但係我絕對唔會將主導權交去市場嗰度做 short put。相反，我會好冷靜咁樣先觀察，運用我哋嘅技術指標，精準捕捉到佢跌勢耗盡，出現黃金轉折點嘅信號。就喺嗰個轉折點，我主動出擊，買入咗一張目標睇反彈至到75蚊嘅 long call， 即係買入睇升期權。大家睇下呢兩種操作嘅心理同埋結果差距究竟喺邊度？如果我用 short put 接貨，萬一友邦冇反彈而係繼續向下跌穿，我就會被逼喺相對高位買入正股，本金面臨無底深潭一樣嘅風險。但係我用 long call 主動出擊，我投入嘅期權金非常之細，萬一我睇錯咗，友邦實際上跌穿埋支持位，我最大嘅損失都只係嗰一筆嘅期權金，我嘅正股本金完好無損，呢一個叫做風險一早就鎖定咗啦。而結果呢，友邦係完全符合我嘅職業圖表預期，喺黃金轉折點精準反彈，一路勢如破竹咁樣衝上76蚊嘅目標價，反彈完之後先至再回落。我呢一張嘅 long call 就喺短短3日之內就幫我賺到20%嘅回報。散戶急跌嘅時候恐慌或者驚慌失措咁樣做 short put 頂包，但係專業嘅投資者就可以運用 long call， 喺風險完全鎖定嘅安全前提之下，優雅咁樣喺急跌裏面執平貨，實現高勝率嘅資金爆發力。各位朋友，聽完呢一個對比，你睇到其中嘅關鍵嗎？散戶同埋專業投資者最本質嘅分別就係在於3個字：主導權。做 short put 接貨係將你嘅資金命運、買入時機、買入價格，全部被動咁樣交去俾市場嘅對手。對手喺最想走佬、市場最爛嘅時候，將股票強行咁樣塞俾你。而真正嘅專業投資者，永遠係要將主導權握喺自己手裏面同埋心裏面。記住，平價買股票只不過係散戶做 short put 嘅時候失敗，面臨嚴重虧損嘅時候，自我安慰嘅一句講法。如果你真係好睇好一隻股票，請你由今日開始用返正股配合技術分析去精準伏擊，或者用 long call 去用極低嘅成本捕捉轉折點，千祈唔好為咗一少少微薄嘅期權金而去承擔喺未知高位硬接飛刀嘅巨大風險啊！期權係一把極度鋒利嘅武器，識得用嚟控制風險嘅人可以用佢嚟放大回報，唔識得利用嘅人只會被佢嘅糖衣毒藥吞噬本金。喺我嘅金融生涯裏面，睇過太多嘅散戶因為一個錯誤嘅觀念喺市場上面交咗巨額嘅學費。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希望將真正專業嘅職業大腦思維同埋技術風險控制系統分享俾大家。如果你唔想再喺市場上面盲目摸索，靠運氣賭博，而係想真正學識一套無論升市定跌市都可以冷靜控制風險、高勝率收割現金流嘅技術，歡迎你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助手，報名參加我接落嚟為大家準備嘅120分鐘免費線上期權大師課堂。我會用我20年嘅實戰經驗，手把手帶你嘅大腦進行一場徹底嘅投資升級。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影片有幫助你增值，解開你嘅投資迷思，請你記得幫 Miss Mood 點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並且開啟你嘅小鈴鐺，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所有正在做緊 short put 嘅朋友。可能你嘅一件分享就能夠幫佢保住辛辛苦苦儲落嚟嘅本金啦。我係 Miss Mood， 我哋下一條影片或者線上嘅免費課堂見啦，拜拜。